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19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107年第2学期的高中职国中小校长会议，19号上午伫咧中营大学内召开。全台南市361间学校的校长全部拢聚集做伙，针对着未来课纲进行讨论。市长黄伟哲也亲自出席，勉励所有的校长。期待因为台南的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每一学期教育局拢会针对新学期安排校长会议，19号上午伫中营大厦召开，全市361间学校的校长拢亲自出席，针对创新教育议题进行讨论。市长黄伟哲嘛亲自到场，同时接受每一个学校的现状。伊强调，为了让会议的成效更较好，即摆嘛将时间安排到学期初，同时减少无必要仪式。今天的全台南市校长会议是每一学期，我们都会举办的。那往年都是找校长一起来讨论上个学期的这个经验以及成果，并且擘画下个学期要共同努力的方向。那以前都是在学期末了，那或者在寒暑假中，那难免有时候对一个教学的完整性有时候会比较不好。那我们把它现在规划在这个学期开始，让大家可以温故知新，那是比较好的。同时，第二点，我们希望说减少一些仪式化、形式化的这个部分哦，就是说把这个校长会聚焦在整个工作的检讨。教育局长陈新辉表示，教育局除了针对未来教育内容做出规划，嘛将建设2大支持系统，分别是行政甲教师的支持系统，提供行政甲教学顶面上界直接的资源，希望让台南所学校更较好，打造更加优质的教育环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着要建设优质的就医环境，提升着医疗照护品质，市府18号举办着107年督导考核基优医院的表扬大会，由着副秘书长王阳志以及卫生局的局长陈仪亲自颁奖，鼓励24间得奖的医疗院所表达肯定。市府卫生局每当拢会办理协内医疗机构的年度督导考核。邀请专家委员结合市府各局处，全面检视病院所提供的软硬体设施甲医疗服务。1807年度总共有65个奖项，总计有24间病院得奖，其中分别由成大病院、奇美病院、新楼病院以及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等7间病院得到医院督导考核优等奖。及重症医疗品质督导考核绩优单位及重症医疗品质督导考核进步奖丁大奖。今天台湾社会，尤其我们台南市尤其我们陈局长的领导之下的医疗院所和各位院长领导的你们各自的医院的一个努力，还有今天的这么好的一个服务品质，我们也希望持续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医疗品质精益求精。让我们所会医病同心我们可以成为我们国人的我们市民的健康的守护者。市府希望借由每当的公开表扬，勉励协内各病院会当持续维持并建立以病人为中心的优质医疗品质。未来也用上严格的态度，加强对各医疗院所的监督。为市民的健康甲就医权益来把关。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议会国民党团19号上午召开记者会，指出16号市长黄伟哲甲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伫咧新营的市长官邸，请人客替过国文来辅选，质疑市府是毋是乌白用行政资源。市府也来澄清，该活动是由着前市长赖清德甲现任的市长黄伟哲伫咧年节期间共同请地方人士来用餐。市长黄伟哲本身就是主人之一，无迫害体制，嘛无乌白乱用。
就是画面当中的这张相片引起议会国民党团不满，因为相片当中的场地是伫新营的市长官邸。国民党议员指出，10号市长黄伟哲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伫伫遮请客替过国文辅选，也有厂商、支持者、民进党担市党部等等嘛受邀请，积极市府利用行政资源来白条卡。这个翕的相片后壁里面，这个我用家破坏啦吼。就咱证明讲，当日这参加的人有赖清德，厂商真济，咱当市政府有足济行政的权利，比如讲环保，比如讲土地变更，也是置地重划、核准权，工程嘛真济。我感觉咱的黄伟哲市场，既然会当用。提供伊的管地内底，宴请者因的条仔卡、因的支持者、厂商来替咱国文辅选，我感觉这个代志要不得。如果您到外面去，你爱怎么做怎么做。然而，你今天在市长官邸，把厂商、把后亚郎、有为无为这一大堆这个大咖小咖，通通请进来，哈。大家这个说好了的，哈，怎么样帮国文？你是准备拿未来的市政资源做回馈，还是怎么样？我建议把新营官邸也为外。我想赖清德哈是在充分利用，我们台南市的市政资源来做他的辅选之时哈。那这次的宴客，我想我们可能要知道一下哈，是赖清德市长，他一如往常，他当市长时候在官邸。来宴客，他所谓的他的政商名流，的这个工作，还是由我们黄伟哲市长来帮郭国文来做辅选，而让他有失行政中立的立场。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说台南市政府能够说清楚、讲明白。对此，市府回应，该活动是前市长赖清德甲黄市长伫年节期间共同邀请一寡地方士绅参加。过去赖前市长伫市长官邸嘛捌举办类似活动，接着年节举办餐会。黄市长是官邸主人，有使用官邸权利，并无破坏体制，嘛无滥权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蛮莫名其妙的，马前总统没有在官邸宴请相关人士嘛。我们觉得，其实，在市长官邸这个过去的例子，就是赖前院长在担任市长的时候，也都有宴请一些亲朋好友。那亲朋好友有些人，有一些是有党籍的人。那我觉得其实这部分根本就没有什么动用公家资源的问题。我们既也没有什么出钱，也没有什么，而且其实就算出钱，市长有他的特别费，有相关的业务费，来宴请市长的友人也没什么不可以。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国民党如果说因为选情这个不好，或是为了要取胜，就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用一些不实的消息跟放话，我觉得这样子是蛮可悲的。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东区林和路一间透天厝，13号的下暗发生着大火，造成2楼、3楼严重来毁损，好伫加在无人受伤，但因为厝主是一位70多岁单亲妈妈。一个人抚养2位50岁拢有智能障碍的查囡仔，本身家境就真歹，是低收入户。面对着遮尔大笔的修缮费用，因无法度来负担。经过在地和平里的里长洪荣俊甲德高里的里长苏秀敏两位里长知影了后，帮忙来提出着急难救助的申请，同时也联络市议员林美燕、詹培雅，伫19号上午前往慰问。13号一场大火烧掉厝内2、3楼大部分的空间，互原本独立车用2位智能障碍低收入户生活更加困难，因为一家伙仔拢无工作能力，拢是我靠低收入户的补助来过活。后续中间问题，互因连想拢唔敢想。在地里长伫早以后第一时间就联系主责职工甲议员，希望当帮助因渡过难关。2楼、3楼全毁。全的过程中，伊有法度在现在另外因3个某仔囝，拢住在困在几落房。你以前是不是要临时安置？我就帮临时安置，需要临时安置了。临时安置他是没办法，因为他这个没随便处理。
因这你也连着安置哦，他们的个性袂当出去外口生活，一定要爱讲这个所在。我是感觉重点先清理开的，就咱叫做你爱现金嘛，啥物拢爱钱啊。啊，你这啊，嘛介辛苦2个囡仔，一个54、56，而且智能都比较不好，真的。这么简单，2个囡仔这样能困过几个，传到这么大，刚好碰到这么很不幸的事情哦。我是感觉我们借着今天的媒体，我也希望我们人间的民间的小的人士啊，会当改到3工的，较到3工。消局表示，目前已经结合民间的资源，提供名称和3位来使用。后续中介卖地变更以后开始进行。楼上那个房屋就是烧毁的情况，我们会尽快的，就是找厂商来做勘查，然后来协助他们，就是房屋修缮的部分，也是一样是就是用民间资源来尽快的来做协助跟处理。市外林美燕甲詹培雅伫现场马上向慰问金，表示一家伙仔经济限的困境，面临有一顿无一顿的问题，嘛恳请社会局除了协助在后复原，嘛会协助共产，呼吁社会大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伙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中嘉集团东升甲高发会所推出的花样巴士开始拍片咯。第一站选定伫咧海科馆，对生活当中上接拄着景海产到海洋科学的知识，要互阿公阿嬷大开眼界。连庄景海产的先客家阿公阿嬷的好片赛来挑战阿目睭片味相当趣味。我们在市场上在挑选海鲜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它的外观，还有呢我们去闻的嗅觉，以及我们去触摸它的时候，去了解到这个海鲜是不是新鲜的。耍游戏学知识，刺激老一辈学习动力，也有海洋科学原理，动手摇水龙卷，对当中了解上升气流甲下升气流的关系。它的形成其实蛮简单，它是因为有些是因为地形的关系，因为它可能是因为地形的落差，然后造成水下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压力的关系，它会有一个互补的作用，然后造成形成一个漩涡的状态。那一般我们在家里在使用这个，比如说流理台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水阀打开的时候，也会造成漩涡，这个现象也是因为这样关系。好，所以说呢，大家其实水龙卷的形成大概都是这样子形成的。花样巴士这波回馈社会，希望传了老一辈出来行行，感受多元的旅游甲学习生活。礼拜拍片选定海洋科技博物馆，馆长亲身到场欢迎，用实际行动鼓励长辈活到老学到老。我觉得人老没有关系，你只要健康就好。特别是人老了，他有一些器官它会衰竭，可是你自己要检查一下，到底你还有什么可以用，尽量的把它用好。也就是活力老化非常重要的精神，不要被健康所打败，你要好好的活着，快乐的活着，就是活力老化的精神。参观活动，互长辈回到儿童的记忆，嘛学到真济海洋的知识，未少长辈容易伫讲好耍，期待翕相的过程，甲播出以后的节目，嘛互长辈感受快乐生活的美好，卖当专心来体会台湾的水。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虽然目前台南市政府鉴定龙家 MIT 的位置是自然地景，但是台南社区大学烦恼龙家开发案的开发许可会继续展延，所以伫咧上午呼吁行政院长苏贞昌
希望会当将农家开发案的开发许可永久来撤销，好好来保护这片珍贵的世界级地景。农家有毒树叶废弃物掩埋场的设置争议已经延烧8冬，这段时间愈来愈侪证据证明，当初时选定农家这个地点作为南区树叶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掩埋场业者申请到农家工业区，中央也无核准。环保团体嘛呼吁民进党政府应该要守护台湾的环境甲价值。永久来撤销掉农家开发案开发许可的执照。我们知道说，这里包括地质敏感区，包括活动断层，包括有地下水，包括有断层泥，包括很多的我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掩埋场设立以后，最后会造成后代子孙的灾难。所以，我们不管从价值或风险的来考量，我们都必须诚恳的呼吁苏贞昌院长，诚恳的呼吁苏贞昌院长要勇敢的、坚决的来解决问题，而且是彻底的解决。所以就取消整个南区事业废弃物在隆起的计划。到这边，黄伟哲市长有在那个电视媒体的采访的时候，他有讲到说是无毒的，强调是无毒的哦。那如果无毒的话，应该是。这个政策就本来在90年制定，就是要买有毒，那一定要撤销嘛。这个案子就结束了嘛，不是只有展年嘛？展年只是在这个永久许可的底下，这个工程没有完成，才一直在展年嘛。所以那个永久执照应该要撤销了嘛，已经违背当初的政策了嘛。农家这个所在拥有着全世界只有3个国家才有特殊的世界级自然地景，再加上丰富的生态，有真济。保育类的动物伫遮咧过生活，同时也阁有龙船断层、山崩地滑、敏感区等等的风险，在证明了这个所在并无适合作为掩埋场。环保团体也公开呼吁行政院长苏贞昌应该要正式公开来宣布，永久废除掉乌新南区树叶废弃物综合处理中心的计划。苏贞昌院长，永久撤销隆起掩埋场。经济部公安局，不要无害世代。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主席基金会安平记忆保养班提供着中青学员营养餐饮服务甲健康检测，并且由着有幼教资格志工担任老师，规划设计课程来预防着长者失能失智。主席志工也用着环保理念作为概念，用6888支的保特瓶打造出安平长照主题馆。伫15号这天，欢喜来举办着启用典礼。安平记忆保养班，主席安平记忆保养班服务的项目是为着引发长者设计各项预防失能失智的课程甲教材，以及基本的健康照护。为着要保存着电视的成果，主席志工就开始思考要安怎来结合着长照甲环保。经过规划，决定用环保站回收回来的保特瓶来起一间环保理念长照的主题馆。花了大概2、3个月去制作的，因为阮爱去环保站收集回来洗去拍个打，一块一块组起。阮你也看这是一块一个组起，佮连起来安尼。绿能的特色就是，伊会当，就是按所有的集中保特瓶来做，伊就是有结合太阳能发电，因为遮无电嘛，所以咱就想讲要安怎结合绿能佮含环保。安平记忆保养班针对着长者设计出各项趣味的才艺创作表演，互参与长者对着每一届课程拢充满期待，嘛互家属非常的欢喜，厝内底长辈斗日。做了足好诶，每一项拢师姐到帮忙。他很开心呐、他每一次来上课的时候，每一次在家里面都很期待，因为每一个星期一次嘛，一次课程，然后每一次的课程都不一样，他安排的师姐们安排的课务
上面非常丰富。妈妈也做得很开心。主席基金会表示，基于保养班成立3档，已经招收40多位适智适龄的长者。每一个礼拜5拢会安排有风退化课程，借由参与各项活动，互竞争会当改善，嘛互照顾者的家属有一个休喘的空间。咱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真侪病院拢会开设着减重班，希望会当帮助真侪民众重新找回健康甲自信。不过，台南病院的经验发现有2、3成的学员是因为长期困袂好势，才会造成体重伤过重。所以今年的减重班也特别加入了中医甲困眠障碍评估，希望会当互大家顺利减重。大家拢知影，减食加运动是身体减重的主要方式。不过，真侪人体重也是降袂落来。对此，台湾病院表示，其实根据2017年上新的调查显示，全台湾10%人口必须慢性失眠所苦，当中困袂好势，正是增加体重的一大风险。假如我们睡不好，比如像我们一些研究认为说，睡眠过短或过长，这都会让我们睡眠品质会比较差，它就会造成我们肥胖的几率风险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在我们的睡眠的状况比较不稳定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增加我们一些心血管风险会比较增加。然后体重上升也会造成我们的一些像睡眠呼吸中止的睡眠疾患的风险增加。所以这个睡眠啊，还有减重，然后还有跟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肥胖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目前是蛮大的相关性。就往这个部分去做着手。为了改善困不好、增加食欲所造成的大苦，台湾病院特别伫今年春季的减重班，甲中医困眠中心合作，搭配减脂茶等饮食甜蜜的调理，要替学员设计个人专属的减重计划。以往的减重班的成员都有发现说，其实减重效果都有一些睡眠上的一些问题。那这一次我们就搭配跟中医，就是睡眠评估跟我们的一些可以帮助入眠的一些食材。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话，有一些就是可以帮助入眠食材，比如说像可以帮助稳定，就是说这些睡眠的话，有一些色氨酸的食材，像一些牛奶啊、燕麦啊、芝麻等等，好这些。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菜色就有提供。那除了这些提供一些色氨酸以外，还有一些维生素 B 群啊、钾离子跟钙离子这些，那还有一些Omega 3的油脂成分来源，这些都可以帮助入眠的食材。根据过去的成果，参加减重班的成员3个月课程以后，平均都会当减2-3公斤。这摆佮搭配改善困眠障碍，相信效果会当更较好。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19度至28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到2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